去咗旅行，去咗上海，好地方我覺得，地大物博。我住嘅酒店大概係1000尺，2間房，房都特別大，一個大廚房、大客廳，3邊露台，好誇張。似呢啲屋咧喺香港有冇？有，喺唔同地區唔同價錢。擺喺屯門，例如龍珠島嗰邊，的確有呢啲1000尺，大概580萬就買到，但係交通就唔方便，周圍有乜都冇。如果將呢間房擺喺中半山山頂西湖山嗰度，起碼咧4、5千萬就唔甩㗎啦。買屋咧買一間房，實用面積幾大都好，都係房嘅外殼，搬喺咩地段先至具有核心價值。呢間房喺呢個地段可以攞到嘅相關資源，呢個係好緊要，緊要過你買幾大間屋，買幾多錢嘅樓。至於戶型間隔都係後天可以加工嘅，但係地段係一個先天性嘅嘢，可以喐到改變到嘅難度係相當高，除非係經過城市化或者一個城市嘅推演、擴展、新開發，佢先有機會喐到個地段嘅價值。所以好多名人都講一句，買樓最重要 location，因為 location 代表咧你嘅圈層，你可以攞到嘅教育、醫療、商業、交通資源，總之嗰個地段可以為你生活、工作、人生帶嚟附加價值嘅資源，都係每一個人好想渴求嘅嘢。所以有啲地段嘅樓係貴，就算喺一個跌市嘅周期，都係有啲地段嘅樓係貴到離晒譜。尤其係山頂嘅優質洋房，尤其係望維多利亞港嗰扎屋，基本上供應好少，大部分屋都係望翻南區個海。如果山頂望翻維港咧，就向翻北；如果望翻南區個海，就向翻南。又係一個取捨嚟。我覺得間屋就係一個殼，而殼擺喺咩位置，擺喺邊個點、邊個地段，先至係一個核心資源。你又認唔認同？歡迎留低你嘅睇法。照